玩物不喪志啊，玩得好意思啊！我係狀況外玩家，各位觀眾你哋好啊！繼蘇州之後呢，我哋依家就出發過去杭州嗰一邊啦。我呢，自己就好少可一個地方去2次嘅，除非嗰個地方真係好好玩。而杭州佢係咪真係好好玩呢？佢唔算係我去過咁多個地方入邊最好玩嘅嗰個，但係佢係我去過咁多個旅程入邊最開心嘅嗰個。咁今次去杭州啊，我哋係玩啲乜嘢呢？原本諗住喺杭州嗰個櫻花谷啊，重點喺嗰度玩，但係睇過無錫、蘇州嘅櫻花嘅情況，已經發覺進入呢個凋謝期啦。咁所以啊，我哋就唔去櫻花谷，反而去另一個叫做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嘅地方嗰度睇花花。計過條數，我覺得比起櫻花谷啊，應該係好睇好多嘅。咁啊，櫻花谷出年再嚟過啦。花有再開日，人無少年時，珍惜時間。講到珍惜時間，我都夠鐘上高鐵啦。我哋盡快出發。蘇杭，雖然成日將蘇州同杭州放埋一齊嚟講啊，但其實兩個地方呢係有一段嘅距離噶。就算坐高鐵都要1個鐘頭25分鐘，價錢都要125蚊。坐動車係可以平啲嘅，但係就有機會遇到吸煙車廂啊。咦，動車可以吸煙嘅咩？梗係唔得啦！但如果成個車卡嘅老一輩一齊喺度吸煙，你覺得啲職員可以阻止到咩？試過噶啦，我由重慶彭水去武隆嗰陣就遇過，所以今次貴一貴啊，都要坐高鐵和諧號。坐高鐵去到杭州東站之後，就換乘地鐵嚟到城站，亦即係杭州站，然後入住預定嘅酒店。杭州豪庭府大酒店原本價錢係400幾蚊1晚，但係通過國內嘅 Apps 嚟預訂，變成咗554蚊2晚，平咗差唔多成一半啊！有興趣知道用邊個 Apps 嚟訂嘅話，不妨留言問我啊！酒店房間係今次行程入邊最大間嘅，而鄰近杭州站都唔會好嘈。距離龍翔橋站，亦即係杭州西湖，只不過係2個車站嘅距離，交通方便。而喺呢度，我要重點提醒一下各位，酒店位於城站，而城站係杭州機場蕭山國際機場機場線之一嘅地鐵站。然而由城站去到蕭山國際機場啊，實測要1個鐘頭30分鐘。如果你時間唔係極度充裕，我諗你真係需要認真考慮清楚去搭呢一條機場線啦。既然酒店係喺西湖附近，而杭州最出名嘅就係西湖，冇理由唔去嘅。上次試過坐船遊覽西湖，今次一於用腳行，圍住西湖行一圈。正值清明節嘅前夕啊，遊人數量冇我想象中咁多，加上今日天朗氣清，喺涼風嘅吹送之下，環繞西湖一圈，認真舒服。沿住白堤斷橋前行，經曲遠風河，再進入蘇堤，去到雷峰塔，返到去龍翔橋站，全程13至到14公里嘅西湖，由白晝行到日落，睇盡靚景。第二日早啲起身做下朝聖，朝聖又去寺廟求姻緣啊！唉，去過日本求神，亦去過台灣拜神，大吉中吉小吉，結果都係得個吉。與其去追女仔，不如追身體健康好過。所以我嚟到杭州最有名嘅跑步勝地濱江最美櫻花跑道。係，我知啊，遲晒大到啦嘛，依家櫻花都謝啦，遲晒啦，啲櫻花樹已經謝晒啦。不過嚟都嚟咗啦，唔爭在，我哋當神運跑埋佢啦。櫻花落得9、9、10，10，粉紅色嘅跑道變翻做綠色，
只能夠透過想像幻想返櫻花盛開嘅時候，呢個地方到底有幾靚。全長大約15公里，我就揀咗其中12公里輕鬆跑下，畢竟之後仲有行程，都係保留返多少體力好啲。而經過今次嘅晨跑，我更加確信冇去櫻花谷而去西溪濕地係冇錯嘅選擇。呵呵，真係咁。去完杭州西湖之後啊，我哋依家就嚟到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啊，跟住落嚟嘅簡稱為西溪。西溪呢度呢係好大嘅，分為2個唔同嘅地方，一個地方係免費區，另一個地方係付費區。而今次我哋將會主力玩付費區嘅地方啊，亦即係周家村入口一帶。佢呢一度嘅門票呢就80蚊一張嘅，而雖然佢呢度叫做西溪濕地啊，但係地方並唔偏僻㗎，佢甚至方便過上方山嗰一度。佢直頭係有一個地鐵站呢，叫做西溪南站咁樣嘅，喺個 A 出口嗰度一出嚟就已經係去到西溪嘅門口嗰度啦。咁我哋盡快喺朝頭早度玩咗呢個部分佢。避開下晝嘅人流高峰啦！我哋依家入場。入嚟之前，我以為西溪濕地係好似上方山公園咁樣，一切都俾人安排到明明白白，但係原來入到嚟之後就發覺呢度一片荒蕪，望左望右，除咗水潭之外，就係樹同樹。而更重點嘅係，俾咗80蚊嘅門票入到嚟，喂，冇嘢值得睇喎，大佬。而更重點嘅係，佢有一大片嘅梅林喺度，但問題係又唔係梅花開花嘅時間，咁所以一去到淨係見到光禿禿一紮樹喺度，咁就變成咗，喂，冇嘢睇嘅喎，呢度真係好荒蕪嘅啫。你即係淨係行過水潭，見到水潭，樹冇嘅咯喎。喂，哇，原來咁累喎，哇！各位，我做咗件好瘋狂嘅事。呢一件事我喺天生三橋嘅時候已經想做一次㗎啦，但係無奈嗰陣時真係覺得好貴。依家我係因為覺得嗰個收費區俾劈屎我睇，我覺得好唔鋸，所以我就用180蚊買咗個熱氣球票升空睇下呢個咁累嘅地方。杭州嘅旅程咁就暫告一段落噶咯。我哋重點去咗西溪濕地公園啦，亦都去咗杭州西湖嗰度行咗一圈啦，仲去埋濱江櫻花跑道嗰度跑咗一轉。係啲花係謝晒，咁冇計啦。有啲嘢錯過咗就係錯過咗噶啦。我哋都需要生活同埋返工噶嘛，總唔係成日都有時間去旅行嘅。只希望下一次嘅花期咁啱就係放假嘅日子啦。不過花有再開日，人無再少年，所以把握機會，珍惜時間。今次條片就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資訊對你係有幫助嘅，不妨點個讚，俾個小愛心，訂閱、關注。等呢條片可以幫助你計劃你嘅旅程啊！玩物不喪志，玩得好意思啊！我係狀況外玩家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